俺说瓜巴卡朱拉汉就是广州话里呀，西部考虑啥什么的个。当西部考虑啥的，针对的人力个，学生们现在搞个难吃，针对的人力个嘛，都是提些干哪呢？提不起来。那这个西部考虑哪了的地方啊？对，个啥？猪血、茶血、拍骨血，什么多啊？我的这个牛毛土松啥的，全部一般的。拍这个地木，茶这个热茶，猪这个血糖，第一全部血。但第一期了的，像同步是你以前呢，同步搞的是哪都上去，但这个来干那你第一期，但第一期了的嘛，第二个的，这个的，他的，没得，他的，人民他们空，或者人民太空对面的，他切没切，你要也的，听出啥的，就是这的，同步工切。在轮回图的第一集有讲到三毒烦恼，第二集有讲过黑夜以及白夜。若已经忘记或还没有观看过的朋友们，请点过去复习，我会把连结贴在资讯栏里。这一集我们来看轮回图，由内往外的第三圈是六道有情。六道有情藏语是左哇日竹，左哇日竹。左哇当名词是有情，日是类别种类，竹是六，所以左哇日竹就是六种有情，六道有情。人藏语是密，天神藏语是哈，阿修罗飞天藏语是哈马营，哈是天神，马是否定词，营是是，所以哈马营字面上就是不是天神，非天。阿修罗本身是天界众生的一种，但因为他们的位阶以及行事作风比欲界六天还要低劣，所以称之为非天，不是天神。这种命名方式就好比有些人的行为恶劣，令人发指，我们会骂说这个家伙不是人，你真不是人，他才不是人呢。由于阿修罗本身属于天界众生的一部分，有些轮回图没有把这两个隔开，而是画在同一个框里。有些经论里会讲到五道有情，就是把阿修罗和天神合算为一道。Keju Rinpoche在他的著作《Salam Gi Namsha KB 语错》里面有写到：哈满伊对错把嘎西哈对经，没错把嘎西对错对把因。一些上等的飞天阿修罗归纳至天神，而一些下等者则归纳至旁生，也就是畜生道的众生。人、天包含阿修罗，称之为善趣。善趣的藏语呢是得着，得是舒适安乐的意思，着当动词是行走，当名词指的是有情，所以得着指的就是善趣。地狱藏语叫捏哇，恶鬼藏语是以大，畜生旁生藏语叫对着，字面上是朝下往下的意思，着是行走，对着字面上指的是脸朝下行走的动物，也就是畜生道的众生。地狱、恶鬼、畜生是恶趣，恶趣的藏语是碾着，碾是恶劣坏的意思。着刚才有讲过，当动词是行走去，当名词指的是有情，所以碾着就是恶趣。在有些经典会写碾松，碾一样呢是恶劣坏的，松是行走过去，所以碾松也是恶趣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左哇日竹，
左哇日主咪咪哈哈哈马营哈马营得着得着捏哇捏哇以大以大得着得着眼着眼着眼松眼松。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这是的嘞。